各位親愛嘅朋友，麻煩你哋將啲手提電話 call 機咁刪咗佢，無謂影響到其他人啦。係咯，大家今日都係想坐埋傾傾偈咁，最多咗大家2粒鐘咁多啫。我叫童飛，飛利浦、飛髮鋪、飛哥跌落坑渠嗰個飛。得啦，沉氣，大家知你邊個飛啦。細佬叫阿基，麥基，大家都好熟噶啦。我一出道就俾人打噶啦，咁啊打到家下。佢就係我20幾年嚟出生入死嘅好 mother 啊，唔係 brother。mother 即係母親咁解 ，brother 即係我哋大家叫嘅兄弟。冇錯。仲有梅艷芳咧，人人都話佢如果佢再生，一定唔會翻咁樣，即係啲人講得實實似嘅喎。咁但係咧，照計冇理由冇人睇過鄭裕玲訪問過梅艷芳，佢未過身之前，都表示過都會翻去演唱㗎，因為大陸啲歌迷都要唱俾佢哋聽。咁佢當時咧就係話中國都改變緊嘅。咁而家我哋神憎鬼厭嗰啲演員，咪個個都係咁講，即係大陸會改變噶嘛。咁但係咧，嗰啲即係梅艷芳死忠咧，又覺得冇事發生過喎。即係甚至乎我喺Facebook 度都 post 過呢條片出嚟，但係冇人有反應嘅。咁即係我發覺原來咧，即係唔想見到嗰啲咧，就當冇睇過嘅，好多人都咁啊，仲堅稱咁一定話梅艷芳一定唔會翻大陸嘅，黃家駒又唔會翻大陸嘅咁樣，我聽過嘅。即係咁，所以 anyway 咁當然冇機會。即係其實原來梅艷芳係翻過大陸演唱嘅，64之後。咁只不過咧，佢唱嗰隻壞女孩咧，咁係受到佢哋啲文化部針對咧，就係唔俾佢演出。咁所以咧，佢因為咁樣唔唱，因為嗰陣時佢係呢隻歌係都主打噶嘛，咁樣。咁所以呢啲似乎係事實嘅部分啦，我見到嘅。咁但係我唔明點解咧，作為一個歌迷就會。即係事實都唔認清楚，又講一啲佢哋一廂情願嘅嘢。咁呢啲即係呢啲咁嘅情況係好普遍嘅，又唔使好認真嘅，我覺得。咁只不過咧，我咁樣講咧，就一定有人好認真㗎，就變咗 hater 啊、unfriend 啊，或者鬧我咁樣。anyway， 我只係想將我見到嘅話俾你聽啫，即係。Jenny Chow 探長，你又唔好咁踩王家衛，最後勝利係王導演編劇。但係唔係佢執行噶嘛，成件事你都未見識過王家衛點樣拍戲啊！真係我相信你。譚家明依家已經回堂修檔，喺大學教書啦，同王家衛邊有得比啊？你唔中意冇問題，但請唔好踩人，唔該雙手合十。咁唔中意咪踩人咯，有咩問題啊？咁點解我又為咗你唔中意我唔踩咩？我唔會嘅，但係又即係你未見識過點拍戲啫，可能佢真係好撚離譜嘅，真係。Jenny Chow 探長，請問邊個導演拍得出《阿飛正傳》《東邪西毒》一代宗師咁經典嘅電影，可以傳世睇咁小氣，學下嘢先啦，笑到碌地嘅表情。喂，我真係覺得你笑到碌地啊！喂，呢啲人已經拍咗出嚟，佢有充分嘅資源做，咁你唔係佢拍都有第二個人拍到噶啦，或者佢冇拍到戲就自然冇呢套戲噶啦。即係你用嗰個結果嚟衡量佢拍得經唔經典，我覺得你真係幾膚淺啊！我覺得都真係。廣告錢咁就好啦。請問你有導演過乜嘢戲？《略贏書》你都有份。講你又唔聽，聽你又唔明，明你又唔做，做你又做錯，錯你又唔認，認你又唔改，改你又唔服，唔服你又唔講，我點啊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れ木村君は今香港映画あれまだですか？すいません。もう97年に撮影入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よ。僕の記憶の中だと3年4年が経つんですけど。放心，佢係王家衛嘅 style 嚟。まあその間に我どうぞ。じゃんけんぽい。はい、これでしょ。まあその間に。あっち向いても知ってるんだ。まあその間にね。その間にドラマやってたんだ。そうちょっとこのお話があったんで。
映画にドラマ出ちゃったんだ。ちょっとハサミの練習させてください。ハサミのが大事だったんだ。あと中型免許も取らせてください。我係第一個同王家衛合作，第今一個すぐ抱きしめたいっていうウォン・カーウェイさんの第1作目。どうでした？我92年拍嗰啲而家都未出。でもすごい大変な撮影をしてらっしゃる香港の役者さんでも、ウォン・カーウェイは本当に大変だっていうから。びっくりしちゃった。今どんなリアクションなんですかね？嗰個係香港人，我唔方便講嘅。でも同じ香港人同士としてコメントを差し控え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すみません。いやでも自分としては彼にちゃんと伝え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ど、俺ら日本でこういう仕事をやってるじゃない。だからこれ日本のスタイルに慣れちゃってるから、多分合わないだけであって。だから口ではやりたくないってみんな役者さん言うんだけど、でももう一回やってしまう人が多いんですよね。トニー・レオンにしてもマーキーちゃんにしても。でももう彼の作品のクオリティっていうのを信じてるから。なんかあるんだろうね、魅力。やってる時はね、本当かよってちょっと思ってるんだけど、トニーも言ってたんだけど、出来上がったものを見るとやられちゃうんだって。出來上がったものを見ると、わ、この人すごいって。香港就係拍咗佢就係好，即係如果做佢嘅演員就會係一個好 artistic 嘅演員咯，即係好識演戲啊，因為真係佢就係你唔識演戲你都唔知點做。頑張ろう。頑張んないと。で一言言っていい？一言言っていい？あ、どっちが先なのこれ？せーの。できた！我只相信實力，冇實力點炸沉隻萬幾噸黑海旗艦？當然係美國佬嘅實力啦！哀兵必勝，烏克蘭加油 ！Kenny Chow， 今日俄佬戰勝日，領空有鬼，都係 F-35，有中架5000噸戰艦，今日分分鐘炸埋克里米亞大橋賀慶，慢慢打，拖死普京為止，哈哈！大樂。啲 Kenny Chow 好耐冇見喎，你嘅哀兵必勝勝咗未咧？我想知。好耐冇碰頭，咁我有被動嘅，你入嚟就碰頭噶啦。啊，講下梅艷芳、梁朝偉今時今日有片有真相啊，你有冇證據㗎？唔好好似生草藥咁，喂，即係你要揾有心揾你就揾到㗎，噏得出就噏㗎。梅艷芳從來冇做自己個人演唱會抽水啊！你自己唔紅咩？你自己唔紅啫啊！唔好唱啲紅人，都唔知你講乜。再努力啲，你都會紅㗎。啦，中意亂咁用生草藥喎。咁呼咧用粵語嚟表達咧就係噏，咁所以咧就會有亂噏生草藥咁嘅講法。而噏同噏咧係同音嘅喎，所以就出現咗生草藥噏得就噏啦。咁粵語當中嘅噏字咧，除咗表達講呢個動作啦，仲帶有貶義嘅運用㗎。例如亂噏24，咁所以生草藥噏得就噏啦，帶有貶義㗎，咁就係用亂噏生草藥咧嚟諷刺亂講説話嘅人。咁Kenny Chow 就不過閣下有親口同我承認過梅艷芳冇上班大陸抽水，原來有喎。不過呢個冇證據，係有人話俾我聽，話佢上過去唱壞女孩唔準唱，可能係交個playlist 俾佢嘅時候已經 ban 咗，冇上去都唔奇嘅。
咁但係呢啲咧就係嚟自搞過演唱會嘅人話俾我聽嘅，曾經以前。仲有你呃人，唔好講大話。Kenny Chow 我都唔係梅艷芳 fans， 但佢冇返大陸揾食，冇做個人演唱會，普頭唱歌都係唔出唔得。黃雀行動，當年香港黑道出咗好多力，同今日冇得比。好困擾啊！嗱，佢出呢個音樂其實我都中意嘅，但好討厭嘅無端標出嚟。即係如果出嗰啲大陸歌嗰啲大媽跳嗰啲廣場舞嗰啲音樂咧，我就真係即刻 stop 咗唔 live 啦。喂，阿 Kenny Chow， 你麻煩你去睇下一個 YouTube 嘅片段咧，就係鄭裕玲訪問梅艷芳嘅。咁你聽完之後咧，我唔知你會唔會改觀咧？對你 Kenny Chow， 請問梅艷芳幾時喺大陸開過個人演唱會？做藝人講嘢信得過，後面有老細㗎。再問梅小姐幾時開過演唱會收水？請教雙手合十。佢冇翻過去，但係訪問嘅內容佢有個傾向都會翻去，即係呢個 potential 嘅，即係佢未翻去就已經死咗啦。咁但係佢呢個傾向都係推演翻，如果佢今日仲存在，佢係會係一個乜嘢人咯？我都話咯，我都冇證據佢係咪一定會，冇人有證據，因為佢哋全部都死咗啦呢班人。咁但係我呢一個推演嚟嘅，純粹係，所以你聽咗嗰個訪問先嗱，即係應該係訪問嘅時候咧，佢都冇翻過大陸做演唱嘅。咁啊，你唔使我嗱呢個都係你幻想我講嘅啫，佢冇翻過翻去收水，我應該就冇嘅，冇記錄嘅。你呃人，唔好講大話。喂，咩態度啊？你帶我行啊？你跟住我啊，跟你狗。行啊！話你兩句就玩嘢係嘛？係咪唔話得啊？戇下學人做狗你。BB 左右誰界定出事就轉軚，世人都咁做啦，見得少啊！想中標正確，睇下自己先，哈哈 face 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 face 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 face。嗱，真係唔知你講乜嘅其實，即係嗱你即係你覺得我出事就轉軚啊？我從來我都冇 claim 自己係膠嚟嘅，即係只不過我偏左啫。咁啊，你唔係你覺得自己係偏左，你所有左嘅嘢你都要擁抱噶嘛？我就唔係呢啲人，你哋可能係嘅，你啲睇波嗰啲人咧，即係都唔分是非，總之自己係嗰個陣營嘅要擁抱到最尾。即係我唔係咯，但唔係你講嘅咩出事就轉軚咯。咁所以即係大家嗰個構造有啲唔同咧，就好難溝通到嘅有啲嘢。咁啊，難得你又繼續入嚟聽監聽。BB 唔好扮嘢啦，左膠以色列覆卓點睇啊 ？Sharon 分影以色列覆卓就梗係要覆卓噶啦，唔通唔覆啊？多啲啊 ！BB 世界唔係都和平咩？左膠 face 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。Candy Ho 多謝教導，移民多年，很多字唔識寫。Damon Hong 探長個畫面 Out focus driver lonely。李連杰鹹濕，無網齋李連杰鹹濕呢下真係要聽一聽。好，我讀晒留言，記住睇我。BB 左膠黃線點講都得 face rolling on the。而唔係滿口謊言，呢啲左膠言辭喺互聯網時代出現咗一種膠人係咩呢？就係喺虛幻嘅 online 嘅世界裏邊去塑造自己嘅形象。明明現實上係一條賭狗、賭馬、炒股票、破產、賣神仙水，乜嘢撲街事都做盡嘅。但喺互聯網裏邊經營嘅就係滿口呢啲左膠啊、左翼革命啊、批判自由資本主義啊等等呢啲嘅所謂激進人士。有噶，好多噶呢度，你環顧下香港都好多嘅。實際上就係一條撲街或者一個 loser 喺度喋喋不休嘅 loser。但係講就講到自己話，而家呢段時間6月由踏入5月底開始已經係噶啦，到6月4號到5號，你會充斥大量呢啲嘅借6、4事件嚟去包裝自己形象嘅人。大家講道理噶嘛？嗱，我數3聲，你話愛唔愛咯噃？1，我切啊！嚇，孫悟空，你見到啦？你有講嘢長篇大論9唔搭8，咦我就成日好似有隻烏蠅嬲埋嚟。
唔住，唔係一隻，係一紮烏蠅喺你耳仔邊。攞飛入去個腦裏頭，救命啊！